是要讲普贤上师言教书本里面的共同外潜心的法门呢，就已经前面圆满了。那么今天就是我们在不共内潜心方面的，在不共内潜心的在这个归感发心、金刚萨埵还有那个供曼扎、古萨利机制质量、上师瑜伽等有这些过程当中呢，今天就是在那个讲解皈依的部分所以我们在那个听法前呢，就是要能够我们要具备听法的这种所要具备的自己的行为跟发心。所以我们要知道一切众生在无始时来在轮回的苦海当中一直不断的在痛苦，包括自己也是到现在也是在一直不断的在轮回的过程，已经过去无数的时间，到现在一直不断的在轮回。所以我们为了要更迅速更快速能够获得脱离六道轮回的痛苦，所以我们就今天也是要认认真真的在生苦欲三门清净的那么就是在听课，然后并要好好的去修持，以这样的发愿，要这样去发心。那当然就是前面我们也是已经讲过很多次，我们在听法的时候就是所要断除的那个行为跟所行持的行为，这些方面来说吧，都一要记在心里，就是不要有那种错乱或者是那种神虚颠倒等等的各种各样的那种听法方式也好，然后就是对法对上师对禅禅不恭敬心，对金刚师兄不恭敬心跟不亲近心的这种对待，对讲法的行列也好，在这个环境各个方面都是要有尽管五种圆满的一种方式来能够就是听教法同时也是发心为了所有一切众生从轮回的苦海当中要解脱，所以我就一定要认认真真的一心一意的修持这个法，能够可以在所有的众生获得圆满是生无知圆满之佛陀的果位，以这样来去发愿。然后那个今天我们要讲的位置是前面我们就已经讲了那个皈依的部分了，对不对？上次，然后今天讲到就是在你们的书本里面呢143页，对吧？对。143页的3页，然后第二皈依的分类，从这里开始，对不对？对。从这里开始皈依之分类，因为我们上次已经讲过，就是我们皈依是什么？皈依已经介绍过，皈依是我们能够可以修持佛法的，能够可以进入我们佛法，而且我们可以开启这个佛法的门的最主要的一个过程，也是一个方法。但是我们要开启皈依的门是用什么来开启呢？我们就前面已经讲过，需要那个信心来能够可以再开启皈依的门。如果任何一个人没有信心的情况下，连皈依的梯度得不到，然后就是刚刚就是做一个收皈依戒的一个动作的情况下，也是都完全是变成一种意象一种形象然后就是演出一样的，并不会有任何的真正的就是达到这种皈依的功德也好，皈依的戒体也好，因为我们收皈依就是一种戒嘛，就是皈依戒。那么皈依戒就是会有戒体，然后就是连这种戒体都没有办法得到的情况下，那么也是不会有完整的同等的那种皈依的功德。所以我们修皈依式呢，就是必须得要得到同等的功德，而且是在这个书本里面所讲的一切的功德一要得到的话，那当然就是最主要呢就是皈依的基础，也可以是皈依的这个可以达到这些效果的也有是信心。所以前面已经讲到了这样的这个部分已经是介绍过的。所以今天呢，接下来就是具有如此信心之皈依分为3种，就是有这些3种信心的
一位修行者来说的话，也是。那这里又是皈依的开始。那么皈依的起心动念，现在我们讲分三个，分什么三种呢？就是分皈依的这个皈依值的这个起心动念。皈依它本身就是一个一个名词，它就是没有什么分第一、第二、第三。但是我们修持皈依值、修行值自己来说的话，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不同，所以呢，就是会有三种分别。三种分别当中呢，就是我们就是第一种分别、第二种分别、第三种分别，就是区别都是皈依的形式会变成自然而然的不同。如果是因为畏惧地狱恶鬼旁生三恶趣的痛苦，希求善趣人天安乐而皈依。那么这个部分来说的，那现在我们这里讲的就是根本就没有讲什么佛教徒跟非佛教徒之间的区别。当然我们针对的都是这个佛教徒，尤其是我们是大乘佛教的修行者。这个当中我们不用特别的解释说相不相信有六道轮回相不相信有前世跟来世什么等等这些的方面就不用讲，这些都已经是具有这些方面的了知完整的道理的这种智慧感，还有就是信心坚定的信心都有的基础下，那我们也是会有分三种。第二个就是相当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我们寿命是无常的，从离开了人生世界以后呢也相信我们会有来世。那么来世我们就是会怕下地狱，会变成恶鬼，也知道地狱的痛苦、恶鬼的痛苦、畜生道的痛苦等等这些，然后我们就是又就是人间以及天道等等的这些上山区的一些稍许的一个短暂时间的安乐，需求这样而皈依的情况下，那么这个就是第一种皈依的恩类当中呢，就三种当中就是第一种。所以这个呢就是称为小士道皈依。什么叫做小士道？就是有一个就是名词嘛，小富士嘛，是不是？小富士就是小乘，就是相当于是小乘，也可以说是人天乘一样的。我们就是那个发心小的心量小的，以这种的修持值。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作为一个大乘佛教，尤其是我们修持大圆满法的一个皈依制来说到，就是我们千万要知道，第一个皈依制不适合我们要做的起心动念和我们要修持的时候，就是所要发心的部分。如果是以了知无人生于轮回的善恶趣都不离痛苦的本性，为了摆脱轮回的一切痛苦，获得极尽涅槃的果位而皈依三宝，称为中士道的皈依。那么这个为什么叫中士道？因为这个来说的话，就是实际上这个我们要严厉六道轮回的痛苦，要获得圆满的究竟圆满的佛果，这个是没有错。但是呢，这里面呢，就是发心是只是为了自己，所以这也是只能到中士道的皈依。如果是因为现见沉溺于轮回大苦海中的所有众生，遭受无法想象的各种痛苦逼迫，为了将他们安置于遍知无上真实圆满正等觉的果位而皈依，成为大士道的皈依。那么这个部分就是我们所需要的皈依。我们就讲到那个最后，我们皈依过了以后呢，就是会要讲发心，发心的时候也是会讲出发心的分别跟发心的这个区分等等，会讲到的，后面会讲到，就是不用特别多的解释。但是这个皈依的起心动念跟发心也是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那么皈依的时候呢，就是要知道为了什么皈依的。
色。